大家好，我是某某徐慧莹。这摆有土是有才二控油韩歌诗的这个演唱会，志存高岗，你准备好啊未？还有剩下9天哦。我心跳越来越紧张啊，因为我为这个活动准备了很久了，然后呢，我也一直在练乐器啊，各位一定要来跟我一起期待。还剩9天，等你来了哦。还剩下9天，你买票了没有？啊！演唱会还有9天，各位朋友，加油加油！这个演唱会希望你们支持，真的哈、凤瑶和歌诗啊，希望你们支持。还有9天啊，加油啊，朋友们加油！我来咧，后手存高岗，还紧去买票，我这边无票啊。演唱会要高岗，买票了没？不会的。只剩9天，这真的是一场值得期待的演唱会哦，一定要来！